你好，阮新豪帮管事务所是咧做包租，阮是咧做包，喂，阮是咧做包租的。你好，咱有需要包租代过来。我叫你已经破事后，每趟去互洗读掉，最讲去互喷涂掉，别甲去互人家打掉啦！哎，你哪无去上班啊？我是啊，我是啊。当然啦，可是这样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敢是何英琪小姐？我是。我这是上古律师事务所，你的母亲过身啊，这个麻烦你来阮事务所一逝。阮老母送小玫瑰花啊，一身半零都无留予我。你给我留一间厝落来。大安区？天龙国？无对。两人区的迄个大安区？嘿啦。记得。上少超过3000万。新河公关事务所的所长听显，甲你是共同继承。若是你做满一档，我就甲我迄百户的所有权互你，而且一档后，这个厝价应该嘛毋若3000多万啊。包租代管就是，你甲出好阮就对啊啦！你这个月 KPI 还未到哦。你真正是捧我耍啦！厝卡欠租会互公司的少妇歹看，更较严重的是，厝主对新会的信任嘛会拄咧无去。你若唔甘甲别靠，那安尼我用我的方法，歹人会歹去，就是去互恁遮好人的心态。无代无志咧调节啦。Yes！ 讲什么人民正义基础权呐，讲到有影有食，啊结果咧，即摆为着要催租，手路袂输成乌刀咧。吼！租赁管理师的责任本来就是爱解决问题，保障厝主甲住卡双方的权益。你新河是咧比什么网啊？恁新河既然接我这条，动作是愈紧愈好，像我是明仔载我要写出去哦。愈紧愈好。我写着够漂亮。我爱甲你改用，我无爱交互恁做这恁去是歹去啊！这所在无啥清气哦。阮大哥有几只宝贝，啊，毋知影呢，敢会有啥物问题啊？恁若是敢咧拖拖梢梢落去，我会写去网顶面向恁的派位送恁一粒星哦。我是小啊！我要饲伫这间厝内底哦。000四方真面笑。你给我出去啦！哪里不好，今晚就会使落车。后去后头家。OK，安尼就甲死死的啊，无爱做上大啦。做城市规定的薪水，百姓是真心赔偿，两城是要互你看病的。你这歹，我这惊的，落车就落车。你上好是想好清楚哦，1500万。万事拢有上好的安排。讲嘛，你是去互赶出来的啦？无可能啦！我就讲过，我这厝我无爱租迄50岁以上的啦，我无爱。你敢知影家己的身份是啥物？你是租赁管理师，毋是律师、法官、社会福利单位。我就是菠萝用，想要做公务员，考到5档啊嘛拢落地，嘛干下当食白苦苦。是安怎？你就是无法度理解我讲的话。即摆就真正袂用诶，敢若咱两个人拢食袂饱呢。公司讲要做正义、做公益，毋过现拄现吼，就是钱白仔咧做主啦，好不做主上要紧，其他的吼拢甲公司无地带。新河就是留的挂彩计有心啦。迄个囡仔一直咧家出招吼。若是讲台湾美院价值3000万，那安尼，你即摆的表现敢若值3000？像我这款普通的食头好人哦，一个月上济就3、4万，是要安怎欠钱买厝？今仔日上家甲我动这间厝，我连面互做厝变做梦。伊明明就是咧骗，你要跟伊做车咩？我无爱。除非你去做制定规则人，无你就要接受。伊咧做即款代志的时候，你敢有考虑到？伊败的是生活的名声。
主家祖先，请恁原谅啊！阮绝对无要叫恁搬厝的意思。啊，毋过伊甲奥客抢走拖转来，嘛是有影。咱毋若爱顾厝骹大的权益，嘛应该爱顾厝主的收益。敢讲伊的做法，你嘛认同？基主正义根本就无影。我若相信，就有证据。星河做神秘的事，就是希望甲遐厝买袂起的人斗相共，互因有尊严，住伫家己介意的厝。转去厝的路一直拢直咧，毋过厝愈起愈侪间，煞互人兼载落来。厝骹甲业者的关系是交易，这点若是看不清资产路撇的，就是你家己。毋过做这道，嘛明你拢无感情，若无吼，就无法度建立关系啊。所以恁的意思是讲，爱着我有感情，我毋通伤过有感情。我干那家己一个人尔。只要若有缘哦，拢做一家人啦。有一间厝，甲有一间家己的厝，通转去是无同款。这是我头一摆有转去厝的感觉。